有啲人呢，就掌握自己人生嘅主動權。咁我哋半年前咧就介紹過呢個英國 CEMAP 英國 Mortgage Broker 嘅 course 啊。咁時間話咁快就過去啦，有88個人已經咧攞到 CEMAP 嘅專業資格，華麗轉身做咗英國白領金融專才啦。阿成哥話齋，知識改變命運啊！你睇下 Trustpilot 嗰度，佢哋個個都一致好評㗎。人哋咧想做 mortgage broker 又得，入銀行做 mortgage 審批穩陣打份工又得，隨時咧係高人工過香港嗰陣嘅嚇。我哋回一回帶先，故事嘅主角 Antonio 咧，之前喺香港做交層嘅，係幾百萬年薪嗰啲，即係咧嗰啲上晒岸嗰啲 OC food 啊嚇。喺2020年咧就嚟英國自己投資物業。原來英國揾銀行做按揭好麻煩噶。佢自己香港做嗰陣咧，要揞啲現金回贈俾啲客噶嘛。嚟到咧又要俾翻錢銀行喎，竟然係咁。佢發現咧，佢揾中介搞轉個手咧，幾日功夫就收咗佢1500。唔單止英國嘅 mortgage 咧，2年5年咧就要 renew 一次嘅，唔似香港咁一簽就30年。哇！咁即係不停都要俾錢人哋使。咁所以咧，佢自己考咗個牌。直接買咗個 broker firm 翻嚟做。你知啊，鬧細嘅高層嘅思維模式係唔同嘅，自己落手做，不一齊做，發大個平台嚟搞。